呢度係拉斯維加斯西南區89148 Zip Code，呢度係高爾夫球場社區 Rose Ranch， 呢邊係呢條街。呢度嘅社區管理費係225蚊一個月。呢度有高爾夫球場，有會所，有水上樂園，有 indoor 嘅 pickleball 球場，indoor 嘅呢個壁球場。呢度係佢嘅冷氣機，都好新淨。正門呢度呢係貼咗一半嘅磚，非常之氣派。呢度有一個拱門入去屋嘅雙門嘅設計，非常之氣派又大方。一入門口呢一度呢，有一個圓形地磚嘅 pattern， 非常之高嘅樓底。然之後再行上一級，呢度係個飯廳 formal dining， 呢度都係一個高樓底嘅。再行入去係廚房，廚房係翻新咗嘅櫃 ，countertop 係塑膠嘅。然之後呢度有個 double sink， 對出呢度呢係可以做一個 breakfast nook。呢度個櫃下面不鏽鋼嘅家電器。呢度係一個 cooktop， 然之後呢度係 microwave。呢度係可以通出去後院嘅。呢度係 built-in 嘅 oven。隔離呢度有個 pantry。呢間屋係有翻新咗油漆，全屋做咗 window shutter。呢度係做餐廳嘅位置，呢度亦都可以擺啲 high chair。然之後再落嚟呢邊呢係個後客廳 family room。呢間屋係大約3044尺，係一個有高爾夫球場景嘅屋嚟嘅。呢個係佢嘅後院。呢度係個 side yard， 有個游泳池。咁呢度係望到好寬闊嘅高爾夫球場景。側邊呢度有一個嘅 barbecue 爐，呢度有個 spa， 呢度係 swimming pool 嘅 pump。呢間屋總共有5間房，3個浴室，樓下有一間客房。呢度係佢嘅 closet。然之後呢邊係佢車房嘅，3個車位嘅車房。呢度有啲嘅 storage 櫃，有個 central vacuum。有個分體式冷氣，呢度係佢個熱水爐，寫住2024年。呢度有個軟水機，地下係做咗 epoxy 嘅。車房隔離呢度樓梯底係有一個 storage room。呢度係1樓嘅浴室。浴
浴室呢一度咧做咗一個 shower， 咁睇落係適合老人家咁樣方便出入，同埋有個座位可以坐喺度沖涼嘅，非常之靚又光猛嘅。呢度係頭先入門口正門嘅位置。再嚟，我哋上2樓。1樓係鋪咗地磚，2樓係木地板。上到嚟右手邊呢個雙門嘅係一個主人房。主人房非常之闊落，可以分開2個區域，一邊係擺床，一邊可以係擺梳化、電視機或者係書台。呢度係主人房嘅浴室。浴室呢邊呢係分開男女sink喺兩邊，然之後企缸同埋浴缸係分開嘅。喺呢個中間嘅位置可以望到成個高爾夫球場嘅景觀。呢度係廁所，然之後呢邊係個 walk-in closet， 有2邊門可以入去呢個 closet 嘅。咁呢邊係另外一邊，主人房門口出邊呢度咧有個好似小露台，一個屋入邊嘅騎樓咁樣。呢度有個 linen closet。咁喺呢個騎樓度咧，可以望翻出嚟樓下飯廳同埋正門嘅位置。hallway 對面呢邊咧係3間客房，呢個係第1個客房，有個 closet。呢間屋樓下同埋樓上個樓底都好高咁樣，感覺好闊落，好光猛嘅。呢度係個 laundry room 洗衣房，再過隔離呢度係第2個客房。見到呢度外面窗框個邊應該甩咗少少，需要黐返好。然之後再過隔離係第3個客房。呢個客房係雙門開嘅，亦都係呢3個客房入邊個 size 比較大啲，亦都可以作為樓上嘅一個廳啊、娛樂室咁樣。然之後 hallway 呢度係有個 share bathroom、double sink、廁所。呢邊係浴缸連企缸。